Hello，又係我 Amy。今日我哋搭地鐵去咗長沙灣嘅荔枝角站 C 出口嘅香港工業中心買衫。呢一個係一個時裝批發嘅市場，又叫做香工。我哋喺 C 出口荔枝角站一出嚟就係 CK Mall，咁就到咗㗎喇。今次我帶埋個 carry on， 方便買嘢。入邊大部分95% 都係女裝，有5% 係男裝嘅。有啲平到80蚊就有一件裙，好抵買啊！我都揾到好多件係韓國製造嘅女裝，佢哋嘅售價大概係180蚊至到280蚊左右。行出去就揾到 B 同 C 座。行完 shopping， 我哋去咗對面間牛奶冰室飲我哋嘅下午茶。我哋 order 2個葡撻試下先，仲幾杯飲品。今集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喜歡。俾個 like 支持下啦〜